如果醫生俾你做手術，你要多問一句：可否做保守治療？因為好多手術都唔係必須㗎。如果醫生讓你做微創，你要多問一句：手術要點做？因為醫生講嘅微創可能同你想象中嘅唔一樣。如果醫生讓你做保守療法，你要多問一句：我該點做呢？因為保守治療要有科學根據先至有效。如醫生唔解釋呢種醫生手術做得再好，亦唔係好醫生。手術係件大事，開工冇回頭箭。做手術之前一定要做保守治療。點擊以下連結，了解最有效嘅保守治療。點讚分享俾你嘅家人朋友。